学生总共有9位，那有7位是目前还在园的学生。那另外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2位的毕业生，他是已经毕业1年之后，然后今年特地就是拨空来陪学弟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环岛的活动。那他们是希望说把他们在外面的一些经验可以来做一个传承，因为这2位孩子都是我们亚成鸟计划的孩子，那在透过1年的一个努力之后，那他们就现在就是再回归到校园里面，那他们也希望说来告诉这些学弟们，就是不管他们未来是就学还是就业，那他们其实只要坚定自己的方向，那社会上都会有很多人愿意来支持他们。学员那要参与我们这个永不放弃环岛的行程，比较感谢咱校长、主任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之下来照顾咱这个来学生让孩子们在这边有最好的一个这个教育。那另外的话，也暑假期间也为他们安排了这个永不放弃的相关的活动。那他们呢，总共有为期17天的环岛的一个活动。那除了讲咱伫咱一寡车站以及广场上面做反复的这个快闪活动之外，也到咱的这个兰屿跟我们当地的学生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经验的一个这个分享那透过安呢，让学生在他们的这个身心灵方面能够呢更加的来这个健全他们的这个意志力那我相信透过过去2礼拜这个集训。体力方面的一个这个部分应该也准备得很好。那再来就是说，遇到一些气候以及相关的这个变迁，怎么样去克服这些问题？我想这个都是孩子们在未来人生历练过程中都会遇到的，不论是天候上面的，或者是对于自己意志方面的一个努力。那再次的谢谢我们羚羊堂我们的这个校长及所有的主任们，在这个区块们对孩子们的照顾，当然更要感谢我们校外春晖以及我们的这个福人社，大家呢对于孩子们的一个关怀我想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这个栋梁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呢成才，这个是真的非常重要。再次的谢谢社会各界大家对于我们这个晨阳学员的一个这个照顾。